多谢美啊，看过这个温暖的新闻，来看这个有关这个饮料的代志。天气愈来愈热，这个乡亲一天拢啉几啊杯饮料。也毋过可能乡亲啊，唔知影讲，依照交通部观光局参山国家风景区的统计，全国这个饮料呢，茶米原料上无有8成来自南投县的民间乡。这摆民间乡公所头一摆办这个创意茶饮的比赛，欢迎各方的歌手参加。 天气这么热，民众拢爱啉凉的。为着来推广市占到8成的民间茶，民间乡公所特别举办比赛，邀请民众来做好啉的茶。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茶饮的创业比赛呢，把这个民间乡的这个茶呢推广出去。那也欢迎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场比赛。 一摆拢总分专业店家组、学生组和社会组，透过影片来小解地当进入评选。啊，奖金有13万这么多，欢迎民众开始发挥创意，斗阵来甲奖金领动起。为着甲民间好茶推广好，更较侪人知影，上尾优胜者有这个机会，会当伫咧今年南投茶叶博览会卖家己做饮料。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平台，能够获奖者我们会让他在那里展售。 报名时间会到7月20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进来报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